大家好，我係蔡雪瑩。佔領行動第21日，特首辦外龍和道以及係旺角都一度發生衝突，睇睇現場。凌晨12點幾，特首辦外龍和道東行線旁邊聚集人士，企圖衝出馬路，警方增援，並且出動警犬戒備，同示威者對峙。而喺旺角，示威者再喺馬路上面架設路障。警方尋日清晨係展開行動，清除旺角馬路上嘅障礙物。部分行車線一度解封，去到夜晚，有示威者多次衝擊警方嘅防線，企圖佔據彌敦道近亞皆老街往太子方向嘅行車線。警方多次施放胡椒噴霧。旺角集會人士嘅佔領範圍原本只係剩低近亞皆老街一段往尖沙咀方向嘅彌敦道。夜晚7點幾，有示威者突破警方封鎖線，企圖佔據埋一段彌敦道北行往太子方向嘅行車線。部分示威者搬走警方喺行人路架設嘅鐵馬，放到去馬路中心。警方將衝出去嘅示威者趕返去行人路。警方出示紅旗，警告示威者停止衝擊。之後多次施放胡椒噴霧。我企咗喺度4個字㗎啦，喐都冇喐過，你都噴我。睇到，跳落去，警方迅速增援，配備頭盔同埋盾牌嘅警員到場，將示威者趕返行人路。有示威者被抬走，亦都有人喺混亂中受傷。小心車兄弟，小心車馬，上手！嗱，警方一度叫啲示威者就係褪去山東街嘅位置，咁但係示威者就話後邊太多人，根本就無路可退，雙方一度僵持。衝擊範圍之後伸延去到近新之城一段嘅西洋菜南街。請各市民上返行人路。交通受阻。有巴士乘客中途落車。小心啊！警方協助開路俾車駛走。警方再度舉起紅旗警告示威者，驅散示威者。混亂情況持續，多個人俾警方帶走。讓路唔該，讓路唔該。警方喺行車線兩邊築成人鏈。去到夜晚9點幾，大批嘅示威者由山東街一帶衝出去彌敦道嘅北行線，警方再次施放胡椒噴霧。警方發表聲明，強烈譴責非法霸佔道路嘅人，警告佢哋停止衝擊，又話佢哋嘅行為危及自己同埋他人安全，呼籲在場人士冷靜克制，盡快離開，強調絕對唔容許破壞公共秩序同埋公共安全嘅行為。無線電視記者陳良君報導。而喺特首辦外，有人企圖衝出龍和道。凌晨12點幾，龍和道東行線旁邊嘅聚集人士企圖衝出馬路，喺特首辦駐守嘅警員立即制止。
咁聚集人士咧之後向天馬公園方向走，警員制服其中一個人並且將佢帶走，引起其他嘅在場人士不滿。警方一度舉起警告牌，警告聚集嘅人士唔好超越警方嘅防線，又出動警犬戒備，同聚集人士對峙。一批戴上頭盔以及盾牌嘅警員一度喺龍和道東行線戒備。學聯發表聲明，提出同政府喺下星期三之前對話，同時指警方連續多日喺各區進行清場行動，質疑政府態度反覆，動搖雙方對話基礎。政府一邊口言對話，一邊清晨清場，足以證明政府嘅英甲兩派相爭，態度分裂。我哋僅作出以下嘅呼籲：一、香港人，我哋必須要力護佔領區，團結力量，不失陣地。二、港府必須喺星期三前對話，不得再拖延。三、政府勿再立場反覆，令到雙方都有對話基礎。警方連日清除路障，消防處話有助部門處理危急事故。警方就話體諒前線警員執法嘅困難。消防星期四收到喺銅鑼灣佔領區有外牆招牌發生火警嘅報告，話好彩警方日前已經清除怡和街被示威者加固嘅路障，先至能夠迅速抵達現場救火。大家可以想到，如果係當時係冇清除到呢啲加固咗嘅路障呢，喺昨晚嗰單火警呢，我哋一定會用多好多時間先可以清除到嗰啲路障，消防車先可以入到去部署同埋開喉救火。而嗰個後果呢，就未必係一場小火咁簡單，可能嗰個火警蔓延嘅速度，影響嘅單位就會可能完全唔同晒，超過300個住宅單位。咁大家可以想像到呢，300個住宅單位，我可以簡單咁講話，可能都有1000人受影響啦。另外，警方話尊重新聞自由，會盡力配合採訪工作，希望傳媒體諒。又話近日嘅執法行動令到前線警員面對好大壓力。啲同事話我，有啲示威人士話我黑警、警犬，我聽到好心痛，從來都未試過咁痛。我哋做警察呢，係維護正義，呢啲係唔會變嘅。佢又話有信心警員會盡忠職守執行職務。無線電視記者鄭瑞文報導。立法會連續第3日就政府同警方處理市民集會嘅手法進行休會辯論。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否認警方處理近日嘅集會時候濫權。立地頂天，漢子心裏，磊落永不折腰。有議員即席高唱70年代嘅電影歌曲，反諷現時警隊形象低落。向手無寸鐵嘅示威者施放胡椒噴霧，同埋多達87枚嘅催淚彈，呢種最低武力，唔怪則之。政務司司長自己都漏咗口，就話呢啲其實係暴力嚟嘅。問題喺邊呢？就係已經有咗個敵我之分嘅諗法，示威者就即係敵人。支持佔中同埋反對佔中嘅部分市民對峙嘅場面呢，我哋嘅警察就被逼係夾喺兩批市民嘅中間。我哋完全可以想像到前線警務人員所承受嘅巨大壓力。對於連日嚟警方被指用過分武力同濫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回應時嚴正否認，又提到一宗警員涉嫌對示威者用過度武力嘅個案，定必嚴肅處理，公正調查，絕不偏私，亦不容忍任何人員作出違法嘅行為。香港有機制，法律處理，請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唔好將事件政治化。佢話喺9月28號施放催淚彈當日，如果任由示威者衝破警方防線，極易造成人踩人嘅悲劇。黎棟國更加讀出一個當日執勤警員所寫嘅電郵，透露警隊前線嘅心聲。你講什麼罵什麼，我只能有口難言，罵不還口。請你明白警察嘅角色，我哋唔係你哋嘅敵人。請唔好對我講，你哋嘅角色
有思想，我哋嘅角色冇思想。請唔好因為我哋嘅角色唔同而辱罵我，甚至辱罵我嘅家人。佢透露，警方嘅臨床心理學家接獲多名警員需要輔導求助嘅個案，希望社會喺衝突過後冷靜思考。無線電視記者吳偉報導。立法會否決以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行政長官梁振英上任前收取澳洲企業 UGL 費用嘅事件。行政長官梁振英未上任之前，喺任職嘅戴德梁行 DTC 賣盤嗰陣，曾經同收購方澳洲公司 UGL 有協議，收取400萬英鎊。梁振英話係賣盤安排，從來冇為嗰間公司提供任何服務。民主黨嘅單仲偕、公民黨嘅毛孟靜同郭榮鏗分別提出動議，要求調查梁振英收錢有冇對佢喺行使職務嗰陣造成利益衝突。有建制派議員反對 PMP 唔係我嚟查私人公司嘅，如果係咁呢，成個香港俾我哋搞亂晒。我哋唔係中意查邊個就。如果你覺得特首喺呢方面係有個誠信嘅問題喺度呢，你哋覺得佢係有賄賂嘅，走去 ICAC。我哋係唔同意咧，將立法會咧變成咧反梁嘅法庭，因為大家都明白 PMP 運用之後實質咧，立法會就變成法庭，而好多唔少人士喺呢段時候咧，確實咧對梁先生咧都係好多意見，特別希望佢落台添。咁如果呢個時候咧變成法庭咧，就係絕對係有機會咧就達至呢個政治目的嘅。有泛民議員指出，梁振英同澳洲公司嘅合約中仲有條款未完結。個合約而家仲係有法律效力㗎，大家唔該睜開你眼睇清楚合約啊，係2018年12月先完㗎。佢有一個期權㗎，知唔知啊 ？DT27 日本嘅期權，大家所謂誤解呢一個合約2013年12月完咗，只不過係個不競爭不挖角嘅條款。其實呢個合約喺呢時呢刻呢一秒呢，仍然係即係 benefit 緊阿梁振英先生嘅。有啲人公開就話：喂，呢啲係黃金握手啫，常見嘅。主席講呢啲話嘅人呢，都係指鹿為馬嘅。亦都相當無知，黃金握手呢，就係僱主俾你嘅，從來都唔係一個第三者未得僱主同意係俾黃金握手俾個僱員嘅，呢啲係行賄。兩項動議最終喺建制派反對之下被否決。無線電視記者羅若安報導。先休息一陣。